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好好运动来了，福气来了，运动健康只系有千太福气。因为一鸣老师爱带同马个同种呢，本大家呢，抢下来做了。今日呢，那个更年期过后的太太啦，哈呀，髋关节呀，师傅太太啦，苏太太啦，蝴蝶袖啦，啊，我特别就当有自信的同乡亲朋友分享讲，一鸣老师今年60，很有好找，高头人都冇好找的。好，还没冇蝴蝶袖啊，没冇小富婆啊，哈。因为呢，一鸣老师当年就做瑜伽，好，今日呢，一鸣老师啊带大家做体嘅动作呢，嘿，一样嘅老骨质不疏松，哈，脚啊有力啦，可以站起来当优雅哈，啊，去家当健康当快乐，好，然后呢。然后大家讲，用的单脚站立平衡，哈，接着呢，两只脚起起来，然后按样的呢，老日脚呢可以一只脚可以起起来，好啊，可以增加人的骨质密度。你这起得来些，你哈感觉重心都有偏，好，左脚轻轻的起起来，好，左脚轻轻起来，那你知道，你还可以抬头挺胸，还可以起一下，好，慢慢的，不用下来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脚慢慢的起起来，起起来，起起来，起起来。好，做数扶凳机，好，带到牙右片来。冇简单哦。你单脚站立平衡，好，你起一下咯，唔会摇摇晃晃。你一天唔会骨质疏松咩？好，你挺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下来，不用强爽。好，挺到呀，一只脚哈，你看哈，做嘛？一鸣老师特别教大家哈，脚趾头呢，接踮脚尖，哈，脚弓啊，安尼脚弓哈，有影响，其实安尼讲参视察的避震器啦，呀脚弓哈，参视察的避震器。你假使讲人脚弓哈，你接起的呢，你训练人脚大的力量。各位哈，那个12条经络涌泉穴哈，涌泉穴这都那个脚一点。故说你按你起的时候呢，你会刺激到、触及到人个涌泉穴，哈，人个涌泉穴呢，给循环后哈，气脉畅通，你就可以保持，肾气很足啊，你就当有能量。故说起在些，左脚起后变右脚，你看慢慢的右脚脚尖踮，哈，踮起来，好，慢慢的不用多呀，不用强爽，好，你看到抬头挺胸啊，收肚子，莫按呢吐，收肚子。胸打开，好，吸气，右脚抬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带动两个右片，好，按你起的气哈，按你进一步了，数来到两脚底，吸气，天天的来向起来，天天来向起来，好，数打开来平衡，好，挺到压了哟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个看下骨头诶，挺到压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挺到呀，好，你就唔会骨质疏松啊，就可以啊，起得动气，好，刚刚慢慢的变下来，好，吐气，变强爽，你这一身后呢，身体开始就热起来，因为样呢，脚哈系动有能量的所在，你脚冇力哈，身体就冇力，讲心脏啊有力，系从脚带开始，做乜人讲脚系人的天一只心脏。好，弯脚了，同样哈，脚卡出来。好，你同样抬头挺胸哦，肩膀打开。最重要的，一鸣老师大概就提醒讲，做我们的按的起，做我们的按的起，你按呢，舒转来，按迄轻重要的，按迄轻重要的，两个骨盘呐，好，身体啊，各有嘛，收下巴，开胸，收尾骨，保护腰。好，按你起上起来，起上去呢，你这样可以做动作。好，下一个吸气。左脚抬起来咯，不用要损哈，好，要帮助骨质不疏松，好，可以让那个给身心更稳定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按你训练你的专注力，好，右手打开来帮助平衡。假使呢，你要看当你冇按你练的话呢，你用的呢板凳壁，好，板凳凳呢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让拇指看前面那一点，
看前面那一点，帮助你平衡，再往上提，很好，好，慢慢的飙下来，吐气，省啊，做站立平衡哈，能量动强，身体动脚就收起来，因为平常是2只脚嘛，你一只脚站立的时候啊，会刺激个骨质密度。好，之前啊，老医生配合哈，医生讲的这样的身体的问题，好，玉梅老师就负责做动作。医生讲一句话：有刺激才会有囤积，有刺激什么？刺激你的身体，好，才能够刺激你的这个你的经络啊、气脉，就做的囤积个骨质密度。好，也系第一动作啊，单脚站立，不是担心哦，按你没做的，按你没做的，按你没做的，好，你做缩起人家脚就来起来。好，就会做得美美的哈，等优雅。好，第二只动作呢，扭腰摆臀。好，脚打开来，人家野味啊哈，接安呢，收缩，是对肌肉最好的营养跟能量。我说膝盖微弯，好，身体右会左偏，好右偏，都右偏去，人家偏会挤压，也偏会来开来。好，都左偏去，也偏会挤压，也偏会来开来。讲更年期的妇女啊，一片全部硬高体的，会退化。我说接安呢，右片、左片，身体打开来，哈，膝盖微弯，右片、左片，你就挺好起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那你做自己也是很快乐，没懂舒服哈。主要是野味一片老一片挤压。好，一片也来开，一片来一片挤压，一片来开，也是动态的哈，按你停通啊，好，慢慢的数转来。假使你在配合身体，配合人给脊椎的时候，你气，好，人数打开来，人左脚尖颠，然后左臀部抬起来，左脚往下踩，左臀部抬起来，右手向上方，再往上。好，吐气。按你呢，我挤压到一片，来到右片，停到吸气，吐气。同样扭腰摆臀，一边幅度会加大，一边身体会过来下松的嘞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脚放下来。好，放轻松，提回气。好，各方面啊，同样哈，一下吸气，竖线当方，竖线安尼，好，右脚不用轻松，踩着，好，右手肩头肩膀放轻松，老人右边的臀部抬上来，老人右边的臀部抬上来，安尼，停到呀咯，去感觉人家师傅扣起来，也会扣起来，停到呀，好，各张吸气，做竖上去。腋下淋巴全部来上来，过吐气，向到个右片来，停到吸气，吐气，好，过来一下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不用再来，不用轻松，好，你们可以做假的呀哈，安尼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次等候干嘛？好，安尼存一下，叫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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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气，不用轻松，合掌到胸前，放松。乡亲朋友，做过以后啊，身体甲当吃盐哈，那呢？好，老给安慰一下，存啊，安尼，好，存啊，当舒服，好，脚松松啊，乡亲朋友，也就是第二个动作，扭腰摆臀，你可以用同多种方式，哈，安尼呀做的，好，第三种动作呢，妇女朋友啊、小姐呀、太太啊，懂在乎的哈，加下迄人腰线。好，腹部好，提的是大腿、腹部、腰部，然后呢数，那做数的动作哈。用的没有蝴蝶袖呢，好，人家起垫哈，吸气，数打开来。你看按呢，玉美老师来开来，这次都有这种
树的肌肉的延展。好，那你来可来去啊，那吃的好享受哦，吃的有你蓝牙优素，有你蓝牙优素出去，好，转来，有你蓝牙做素出去，好，转来，你说安尼来过去，来转来。好，各位呢，进一步呢，数哈，手腕、手肘、肩胛骨，参加扭毛巾要扭过来。好，你看哪个肌肉啊？还不看的是了。好，扭过来。好，慢慢的伸正来。因为肌肉1、2、3、4、5，把人家肌肉扭上来扭。参加拧毛巾，把不好的拧掉，人家脂肪啊，燃烧人家脂肪。好，慢慢的伸正来。好，燃烧你手背脂肪、手腕、手肘、肩胛骨燃烧掉。好，你这按的扭正来，你们同时可以做到手的6条经络，手三阴、手三阳6条的经络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有冇？像跳舞一样的树们要跳舞啊。好，用老树跳舞，有冇？好了，再来，吸气。吐气，你再来3，好，可以夹到啊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数再来，好。都要转松以后呢，吸气，数向神来。看啦，左手到前面，好，右手到下巴，按你交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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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咻，是正来，有看到吗？按你，要按到老鹰手，按到老鹰手哈。你看玉美老师的肌肉啊，全部延展哈。按你数拿起来，吸气，拿起来，往上。好，吐气，晾下来，跟着大概都啊，吸气，好，伸出来，吐气，好，个不用强手，好，个稳扎实了哈，加下手数也下右手，同样按呢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来啊，吸气，好，吐气不用强手。乡亲朋友，这周按你结束哦，哈！今日节目老鹰手、扭腰摆臀，增加你的骨质密度，不做小富婆，好，没有蝴蝶袖，摆摆手，好，今日简单哦，你今日来给更年期保健哈，这个强化，这周到了了，这些。